继续来看全国的酒店、舞厅、甲夜总会等等8大行业的业者，配合政府防疫，已经停业超过1个月。澎湖关头一日开放，那早起咧有300外8大行业的业者来到台北市议会陈情。业者表示，几10万的家庭最近因为无头路，就得要无饭通食咯，希望会当赶紧来解禁，伊嘛会全力来配合着防疫的工作。 尽快解封！8大行业停业超过1个月，300外业者无头路，经济压力真沉重，来到台北市议会画口号，拜托市政府会使赶紧解封。对大家的影响很大，尤其是有小孩的，有的少爷根本都付不出那个房租，没有收入了，所以尽快希望能够让我们复业。 疫情较回了后，离岛澎湖县的8大行业已经伫13解禁啊，不过嘛都要落实量体温、实名制、保持社交距离，甲公安的检查有合格，才会使营业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就讲，解封的办法早就宣布啊，任何一个县市只要做会到，就使家己解封。台北市业者是关心讲，25敢会使顺利解封。台北市柯文哲在统治的，柯市长在统治的，他依地方自治法。 他如果说不要，我们还是一样不能营业。配合我们台北市政府来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防疫动作。高文铁已经办了讲，陈时中会一个时间，也都无伊家己宣布，是讲免怎兼顾防疫工作，甲业者的生活、瓜市府，即马爱开始伤脑筋啊。